后来继续来看是这个海军的潘照军舰，今年的4月爆发到昆珠的感染。军方经过6、7个月准备，正式来成立到国军疫情指挥中心，希望防疫零时差，确保国军的战力零损失。 海军东部舰队潘氏军舰4月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的群聚感染，引起真大风波。国防部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下，成立国军疫情指挥中心。疫情产生变化的时候，随着不同等级的开设，那我们国防部也整个配合疫情指挥中心不同等级的开设，同步开设。经过半年外准备，国军疫情指挥中心伫10月26启用，分入疫情监控反应组、疫情宣导组甲防疫检验组，即时监控国军各项疫情，并且会使甲中央指挥中心视讯会议。我们下面的3个组都会跟疾管署的各个组相对应保持联系。整个经济局下设的所有的直属的单位呢，也都会全力的跟疫情指挥中心来配合。主要是以法定传染病为主，单纯性的水痘，还有比较高传染性的，像麻疹，还有流感这部分比较容易造成就是部队群聚的一些疾病，这部分也是我们会放到我们疫情中心监控的一个范围。 军方强调讲，国军疫情指挥中心的成立，唔来使互国军甲中央防疫零时差，嘛会使确保国军的战力进一步维护民众的健康。